疫情转好，咱国内旅游的景气嘛开好，也毋过饭店欠工的问题嘛是阁真严重。行政院按算讲要开放饭店旅馆哦，会当请义工，也毋过有劳工团体是认为头家永远拢欠愈少的劳工，所以因反对开后门。劳动部长柯明春今仔是表示讲，劳动部一向的立场拢是以本国劳工的就业优先，嘛向业者发话，望讲会当互个人加一寡机会。较紧甲穿金换新的帮扶人员用上短的时间，甲退房了后的房间整理好清气。疫情过后，旅馆业是看欠工花一冬外。行政院最近想要开放互旅宿业引进移工，引起讨论。对这劳动部长柯明春是表态讲，应该以本国劳工的就业大升，但是嘛表示讲尊重交通部的提案权。公布一向的立场都是以本国劳工的就业为优先啦，是否要开放？还是要经过我们的政策小组讨论之后，才能够定案哈。那我们其实，在上个礼拜开会的时候，院也认为说，应该要先优先媒合国人就业。柯明春嘛向旅馆业来发话讲，应该要加互个人就业的机会。不过，因为进前推动的疫后改善欠工扩大就业方案，媒合率是无够一成，旅馆业嘛有话想要讲。做这个工作业态的人越来越少。那鼓励二度就业，他们又因为这是属于劳力密集，所以他们也不太愿意再继续从事，这个也是一个困扰。是。然后年轻人他有更多的其他选择，他们也不愿意选择。知识体大，因为旅宿业可以，那其他行业要不要开放？它就形成一个破窗效应嘛，这是我们担心的，而且它这样子会让台湾整体的薪资、劳动环境会持续的恶化下去。对引进旅宿的移工，劳团是真有意见，认为讲这个例若一开，其他的行业拢会对得学。柯明春是强调讲，劳动部会了解媒合率低的原因，嘛继续去问各界意见，进一步来讨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